这个福分做伙伫富强教会来成做阮的富强人，成做基督徒，成做一家人。主啊，阮也要通过你的话来学习安怎过着一个丰盛基督徒的生活。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顶几礼拜呢，牧师分3遍，甲咱分享吼。一项基督徒领受上大的祝福，叫做奉献。奉献呢，伫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减去嘛，吼，咱拢看减。但是对上帝来看，只是加安尼。我亲像讲，你投资安尼，你会增加啦。这是奉献伫圣经内底，互咱一个真趣味，也嘛讲真奇妙的恩典。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另外一种的祝福，就是守安息日、守安息圣日的祝福。到底是安怎有啥物祝福呢？咱先来看，到底上帝安怎，互咱知影圣日安怎来吼？圣经节小等下咱会搁做复习。安息圣日的恩典甲由来啦。安息日你讲安息日。事实安息日到伫今仔日新约时代，咱现代教会安息甲圣日。原来意思是无同，但是即嘛是相同啊。安怎讲呢？第一，所以安息日是因为上帝伊完成创造的工作。请会记你想要安息日，上帝完成啊，创造一切美好，上帝看伊是好。6日会着磨，第7日就休困。所以圣经记载讲，上帝祝福互第7日，减一日数啦吼。上帝赐福互第7日，圣化迄日做特别的日子，因为伊伫迄日完成创造，休工休息，休工休息。哇！这真做一个安息日的上起初的来源，这对创世纪来。源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伊第一章拢讲伊安怎上帝安怎创造，第2章的起头就讲上帝完成啊。看这一切是美好，然后就休困，完成伊创造的工作。表示讲，伊把这作品做啊足水的，伊就休困啦。所以这后来真做对犹太教啦，就是讲咱在犹太人对以色列人因休安息日的一个源头。咱今仔日伫安息日，犹太人伊继续在休安息日吼，因。犹太人伫伊的犹太历，伊的历甲咱台湾咱一般咧讲的历无啥相共。因的安息日是安怎算呢？就是一礼拜的第7日啦，叫做安息日。因为上帝6日创造嘛，第7日休困嘛。所以，那对咱现在咧用的这个公历拜五，因的安息日是对拜五的营业日落。到拜6的日落，这叫做安息日。咱唔通误会讲，是拜6哦，是拜5暗就开始啊。所以一日对倒位开始这在人定的啊。咱现在公用的就是半暝12点，对唔对？1分了就变新的一日啦，对唔对？到今仔日的11点55、60就准备要过12点嘛，迄是咱算的。不过犹太人因的算法无共款，是用日落开始。算新的一日，到明仔载的日落安尼那安息日这个词是对希伯来文叫做 Sabbath 的意思是讲停止啦，停起来无搁做工课啊，叫做停起来。犹太人因为足重视迄个拜五暗的迄个安息日的餐，因为拜6安息日因有足侪限制。袂使食啥货，咱若对利未记遐足侪记载就对啦。咱今仔日就无法度通详细讲。这是因伫过即个安息日食遐个面包伫一个特别重视家庭的团圆啦，家庭的团圆。咱兄弟姊妹，即个是安息日的起源。旧约圣经记载，上帝经过6日的创造，到第7日休伊的工，改定做圣日。兄弟姊妹，上帝毋是休困啦，毋是休困，因为上帝无迄个体力无迄问题，无迄个忝的问题啦。
上帝毋是休息，是停止，停止。伊创造的工课，因为上帝袂亚先嘛。啊，这个是上元起头安息日。来用咱普普来讲，讲拜六是原来的犹太人的安息日。但是你想讲，牧师啊，咱拜六都大家拢休周末啊，也无咧休安息日啦。有影，新约时代，咱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耶稣过活的日。耶稣过活的日，咱今仔日特别是正教会啦，新约时代无论天主教，也是咱长老教会一般的即个基督教，拢用礼拜日来做圣日，是安怎呢？伊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甲咱定新的约，定新约啦。所以旧安息日毋是无重要，是咱要过新约。所以圣经记载。7日的头一日，天要暗的时阵，讲拜抹大粒的玛利亚来到墓前，看见石头已经对墓过开，咱这后社记录的就是讲，迄墓开内底空空，主的身躯无伫内底所以这个甲咱注明一个讲，7日的头一日，兄弟姊妹，咱毋是讲上帝第7日休困吗？7日的头一日是倒一日啊？是礼拜日啦，毋是拜一咯，毋是拜一啦，拜一是第2日啦呢。所以咱你讲惯势讲拜一，就是第1日，毋是啦，第1日是礼拜日。所以第1日变做咱来到上帝的圣殿敬拜伊的一个起头，毋是尾仔日。现在记得是第1日，这个观念要小可甲伊转一个就对啦，转一个就对。所以像咱今仔日的礼拜日是圣日呢。新约主耶稣基督建立教会了后，基督徒就用主过活的日，用主过活的日，第7日的第1日做圣日，作为主日来敬拜主。这意义是真大，因为毋但有兼顾着守安息日的意思，因为上帝叫咱7日中间有1日爱守安息嘛。咱甲耶稣过活的日甲合做伙，只是时间调整啦，定。迄重要毋是对倒一个时刻，是你有守。有守迄个安息，有迄个要领受上帝恩典祝福的意义，甲虔诚敬拜，来主的殿院调见伊，即个意思有伫咧。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为何咱礼拜日你我大家拢准备好，款好变。特别咱为了特别甲咱平常时上好的衫穿好势，因为咱知影讲是要见上帝嘛。要来甲上帝见面，都毋是普通的约会咧，也毋是普通的聚会咧，也毋是要佚佗所以咱拢穿足正式来主的圣殿。这是主日，甲圣日。所以牧师的主题叫做安息圣日啦，像后安息嘛有主圣日的意思。所以咱通常现在讲的就用礼拜日。当然呢，嘛有迄个教派有的教会因犹原守旧约的安息日呢，你敢知？大家捌参加过拜六的礼拜无？咱较少啦。不过你也注意听起来，你拢这个教牌名，你拢加减知。比如讲，有一个较咱无赞成的教派，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伊因敢若信耶和华，无要信耶稣咧。将耶稣当作是先生尔，毋是救赎过我的救赎。所以因拢犹原拜六咧做聚会。佫另外一个咱较捌的是迄个真耶稣教会啦。因嘛是拢拜六咧聚会，佫一个较直接讲的，直接名称出来，有咱伫台湾做了袂少的工作叫做安息日会，有无？安息日会因足注重健康咱会友捌去迄个日月潭遐有一个一个足水的迄个校园迄安息日会所设的安尼，叫做三约新人。咱是尊重因，因为因感觉因理念是安尼。但是今仔日基督徒的重视是讲，有守上帝的安息，佫有守耶稣基督的过活，所以咱就用今仔日做咱的即个圣日安尼。即个是亲像一个宣告嘛，上帝把即日当作是安息圣日，但是安怎基督徒就爱守咧？是安怎
大家相招讲啊，尽量咱拢爱守安息日，即个有真侪圣经的假释哦。拄则牧师特别招咱吼，伫礼拜开始的时阵有无来念10条诫，对毋对？其中的第4诫安怎写？上帝命令第4诫哦，10诫第4诫讲，都爱谨守安息日做圣日。谨守就是讲足慎重的啦，足用心的啦，足照起工的啦。啊，上帝讲安怎？我上主伫6日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到第7日休困。所以我上主祝福哦，祝福伫安息日定做圣日。像啊，伫7日的中间，甲7日定做圣日呢？因为上帝有伊深深的含义啦，是疼世间人，伊是出力疼定即个圣日呢，毋是讲随便规矩吼乌白定呢。你敢知影咱台湾人吼，也是讲咱华人呐，较早无礼拜日的观念，嘛无一礼拜7日的观念。较早咱是中国的历叫做旬呐，有无？顶旬、中旬、下旬，因是10日啦，10日做一旬吼。咱知影有时即马现在社会中间若有人家庭拄着丧事的时阵，讲做旬有无？所以较早是用10日，但是因10日嘛无讲第10日休困啊，都用旬来计算，用旧历月娘的运转来算安尼啦吼。到后来基督教传入来到台湾了后，讲原来有礼拜1、拜2、拜3、拜4，奇怪，无信未信者嘛对咱讲礼拜呢。礼拜1、礼拜2，伊若无咧礼拜，哪会讲礼拜？伊都是由咱基督徒传入来啊。所以拜1、拜2、拜3、拜4安尼。较早听见一个笑话啦，讲台湾人吼，台湾人都拢惯势讲安尼啊嘛，吼。有啊，你即马少年有可能星期1、星期2啦。讲捌一遍伫咧一个公司啦，一个公共工程的公司啦，吼。拄啊好拄着一日是迄国家节庆哦，吼，国家节庆。做工人都会念讲，今仔日是拜鬼啊，安尼啦。哇，听到拜鬼，到尾互掠去，你敢知？原来迄阵是，迄日是老蒋的生日啊。你甲我讲拜鬼安尼，迄是台湾话的迄个原话的错误啦。这是一个笑话，是毋是真的？听讲当时捌发生即款台语甲华语的误会。所以咱要讲的意思是讲。台湾人拢惯势对咱讲拜1、拜2啊，表示咱基督教的信仰，说基督教的迄个祭祀已经入来伫咱台湾人的心内啊！吼，利未记23章1节到3节，也记载讲，上主对摩西讲：“你着对以色列人宣布我的节日，恁伫上主的节日着组织举行盛会。”表示对旧约时代，上帝就要求咱爱举行盛会啊，都毋是咱家己定的呢。讲要办一个闹热、一个活动来哦，无，就是上帝的宣布，讲我的节日。第3节讲，6日着做工，第7日是着完全休困的安息日。即日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任何的工作拢毋通做。要举行盛会，因为即日是上主安息的日安尼。这是上帝的规定，这经节拢咧甲咱讲，这是圣日，恁都爱组织来盛会来敬拜上帝。第2项是因为咱伫6日的朝磨，伫社会安尼操劳，咱都爱会晓要来较无条件上帝啦。咱要来敬上帝，来敬救咱的主。来见创造咱的主，好像咱伫社会安尼经过征战吼，安尼拍拼，安尼咱要来到主的面前，互上帝佫重新甲咱修复呢，迄个修复啊，身心灵拢互伊修复啊。所以圣经84篇1节到2节安尼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啊，我哪里乱无你的徛起的所在，我哪乱无你的殿，我规个身心灵向主上帝来欢呼歌唱。即个经赞吼是华语的吼，讲上主的殿宇，
我要歌唱，但是台语较顺啦。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乱无上主的殿宇到分去，吼，乱无甲安尼足较无的，就对讲要分去，迄种意思吼，足深的就对啦，足爱就对啦，无搞改成安尼，好亲像啥物毋对安尼。伊讲安那，我乱无主的殿宇，然后我的心诚应我的上帝欢喜唱歌，深深要甲主唱歌。所以你无来到上帝殿宇，你唱的歌就无法当真完整来表达嘛。所以咱伫圣歌队就是咱的小组献诗，就是要来学习圣经的教示啊。讲我的心应我的上帝来欢喜唱歌嘛。这是咱敬拜上帝真重要的元素啦。还佫有诗篇42篇的30甲40，伊讲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定落。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用欢喜懊恼的声，大家守节。我早前，这段经文是咱平常时咧读这个启英文足爱读的，讲哪落瀕无溪水啦，得较无主。对敌啦，迄对敌讲恁的上帝伫倒？要找上帝，讲我来到主的圣殿，上帝的厝。伊咧纪念当受苦的时阵，纪念讲我会当到上帝的厝，学了上帝，敬拜上帝，大家守节是何等的好。敌人欺负咱，甲咱笑讲你的上帝伫倒，伊要证明讲我有伫上帝的厝敬拜，上帝确实是真我的上帝。所以这是。咱用较无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佫有一节咧记载讲，65篇40讲，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的埕的人真有福气。哇！竞选亲近你，踮伫你殿宇的埕的真有福气。意思讲，咱受竞选，互咱较主亲近，而且踮伫主的殿宇，即款是福气的人呢。诗篇诗人讲：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什款的福气会当互咱心满意足？咱世间人毋是拢会求心满意足？家庭、健康、事业、囝儿四岁，你求的是安尼嘛？有一人心满意足，佫有啥物比这较好的？但是讲上帝的殿，我要因为上帝的厝来心满意足。这是一种福气，互咱啦。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会友足甘心来做礼拜，有诶就近啊，定住伫对面大楼，行楼梯落来，也是讲坐电梯落来就到啊。我兄这是对远路来的呢。较早咱有真诶会友会伫鲜花，有诶伫嘉义，伫安南区，嘛有一站一个会友是对高雄拼来到遮做礼拜，看起来是足甘心啦。毋过若比较讲100几年前福音传到台湾的时迄阵咱的先辈、咱的祖先参加礼拜，有一个故事，牧师印象真深啦。伊记载因安怎去参加礼拜，咱若听到就知影讲，哇，咱的先辈因遐尼啊伫意要做礼拜咱今仔日差异差多啊，拢差足大尾就对啦有一本册叫做《100年来》。这个是一位已经过往30-40冬的牧师，叫做李家祥牧师。毋知咱台南人捌伊无？因为伊捌伫咱台南的新人院，佫伫咱台南的即个公报社工作过，做主编。伊因为伊学问真好，所以伫年老的时阵，伊有写一本册。伫伊迄个时代就写100年来啦。尼表示讲，伊写的就是对伊的祖先信主，就是马雅各医生来传福音，因无2-3冬就来信主。伊的家族就是今仔日的公仔拿，咱兄弟捌去公仔拿无？公仔拿虽然现在伫咱台南是一个足偏僻的所在但是呢，遮出足侪高人，你敢知影？因为这公仔拿伫咱左镇乡啦，咱食牧师的故乡左镇乡内底一个庄，较早连车路拢无毋过迄阵奇怪，咱会住遐尼多，迄是希拉雅族的后裔。因伫马国医生来传福音，迄阵因伫即个深山内底，
有一位兄弟听到讲有即个红门亲情来啊，红门亲情啦，知影讲这是外国来的，迄是因的祖先甲因讲的。因为今年台南拄啊400年，对毋对？400年前即个李家祥牧师因的祖先就信主啊，所以因的祖先拢甲遮子孙讲，咱有一种红门的红门人迄亲情对咱真好。啊，所以因遮子孙毋捌啊，久啊，已经经过200几冬啊嘛，毋知影。啊，毋过听到红门亲情也会记的，听到讲红门亲情佫来啊，就是这马国医师因来，因拄啊好有拄着因的即个家内人看病艰苦，因就带来看西家遮啦，看西家迄个所在5条港遐，啊来互即个马国医生看病，看了好。因就甲因祖先的信斗起来，哎呀，这就是咱咧超吹的信仰嘛。啊，毋过咱若看历史马国医生来台南开药医馆开无偌久就互当时伫咧看西街附近的遐个台南人甲伊攻击啊呢，甲抌石头啊呢，啊所以迄间看西街迄间医疗所就关起来啊，只好去倒啊，搁搬落去高雄其后。因迄阵其后有英国的迄个商行伫遐，有英国的领事馆伫遐，因迄是清朝政府让出来。啊，马国医生伊遐伫遐有人保护，啊，所以佫落去其后传福音。所以今仔日咱台湾有2间开创的纪念教会啦，一间是太平境，啊，一间就是伫其后，因为即2个关系啦吼。啊，牧师则缩短来讲，李家祥牧师伊的祖先。伊讲伊阿祖信主啊，信主因就看到马国医生搬去其后啊，迄阵足较无的就对啦，想讲哇，这无来去见马国医生，上面互伊看病，一面听伊讲道理心足袂平安的啦，所以这100年来有一段话写了足精彩，咱来看伊安怎写伊讲对台南县的山地崎岖的所在，讲啊若去到其后，高雄其后，伫100多年前，伊的阿祖为着要带一家人去其后看马医生，而且听道理做礼拜，因安怎准备呢？伫拜6的天光以前拜6天光以前，带着火把出发。啊，佫暗蒙蒙，迄阵也无路灯啊，一直往南行，用行的行去到其后，足行偌久，一日一暝的路程。伫礼拜日早起才会当到其后，其中呢路途真劳顿啦，咱知影，也无帐篷，也无啥货，会当休就休，三顿无定啦，常常有土匪伫出来伫抢劫。所以过路人毋但有财物，常常被抢劫的危险，甚至性命会当难保啦。所以拢会规招规定呢，大家做伙行举火把，咧防遐的危险安尼这李家祥牧师伊讲伊的阿祖安怎呢？因的阿祖爱甲家内人爱带食米，食米咱知影一定爱食，迄个一工一暝呢，佫爱。举遐秤、刀秤，佫薰照，这3项物，行一日一暝，到其后，伫礼拜日安怎？甲这只薰照甲放去，薰照足够认路对毋对？飞起来，飞飞转去公仔啦，互伊的查某祖看到只薰照到啊，知影因家内人拢已经到其后平安到兄弟姊妹，你甲算，敢若单抓去其后，就要一日一暝，转来敢毋免？所以古早咱长老教会会友是无像伊迄阵遐尔拍拼，你来回就爱2日2暝啦，2日2暝啦，也无车辆，也无啥货。我昨昏甲看 Google 的地图
这是公仔拿，啊，左阵吼，公仔拿较南边啦吼，啊，伫大坑遮，啊对公仔拿行到其后，拢总93.5公里，93.5公里，吼，伫要100公里啦。啊，咱走马拉松就计嘛走40几公里，爱走2抓外的马拉松。然后呢，伊有记载讲，骑机车吼爱骑2点钟，现在啦吼，较早是讲爱行2工2暝，即嘛骑机车都爱爱2点钟。但我讲这个是要互咱知影讲，当你若是较无要见主，要听主的话，你远拢无感觉是远啦。啊，你若是感觉讲哈，迄时间吼，足无彩的吼，你住伫教会隔壁，你嘛无爱来，敢毋是？较早无定咧讲笑，讲逐摆做礼拜吼，上万教的就是住伫厝边迄个啊。啊，就是你无心嘛，你无心，你当然你等讲正啊，你才行过来就好啊。但是呢，人准备好，款变啊。咱就想着讲，100多年前，这李家祥牧师的阿祖因行路。啊，我看一个记录哦，你想讲吼，安尼敢毋是有啥物大节庆啊、圣诞节啊、啥物节咱大家行去？迄马雅各医生伊拢会写批转去英国报告。马雅各医生转去英国报告，报告安怎讲？我有看到伫迄个目沙搁较北边10几里，有一群人50几个信主的，因逐礼拜呢，毋是。年节啊，咱到呢，逐礼拜来祈后，为着要听道理，啊，当然嘛顺便看医生就对啦。咱有感觉讲啊，今仔日你会当安心来遮做礼拜吼，有够幸福的就对啦。好，时间无啥够，牧师要甲咱即个重要信息分享，互咱知影。主耶稣嘛守安息日啊。福音书的中间，耶稣毋是甲宗教领袖定咧争论安息日真正意义吗？吼，啊，会使迄落。帮助送向人无，会使救人无？耶稣无咧讲伊的意义伫倒位。啊，耶稣就是有咧守安息日。过来，咱拄则读的圣经，咱爱守安息日是因为主的日君啊。希伯来书10章25节，讲你毋通停止聚会啦，好亲像遐停止惯习的人，都爱彼此劝勉，知影迄日要到，都爱安尼。这个是圣经真宝贵的话。那台语讲啊详细，讲咱着互相关心，通激励、相听，甲做好事。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啦。人停止，你搁学伊，啊，都学毋着去啊。讲颠倒着安怎？互相劝勉。既然知影主的日子要到，搁较着安尼。表示讲上帝日毋知啥物阵要到，啊，你安息日也要守，也毋守，也买也毋。啊，主的日若到吼。你拢等袂赴呢？啊，所以伊第24节特别提醒哦，要互相关心，表示讲牧师定伫周报报讲，你来关心有诶兄弟吼，礼拜日无来，到底什么原因？是艰苦呢？是出外呢？是安怎？你爱关心，伊爱互相关心嘛，通激励嘛，搁相听嘛，搁做好事嘛，啊，这拢是咱基督徒伫主日爱做诶事嘛。最后一项是咱拄则提起啊。是咱伫礼拜日来敬拜上帝，是主耶稣过来的日，因为咱今仔日的基督徒就是新约基督徒，要听候主过来的基督徒，所以咱是要欢喜主过我。所以逐礼拜日你到上帝殿，就是咱要欢喜主过我啦。所以这段经文吼，讲师傅所起誓的招已经成做厝角头的招，啊，所以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都爱欢喜，因为这念华语的咱较无关系，咱直接来念台语的吼，台语的讲。起厝师傅起誓的招，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招。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真感觉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咱就欢喜庆祝。兄弟姊妹，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呢，咱唔通啊忧忧愁愁啦、烦恼啦，无用啦，像马代安尼啦，讲咱就欢喜，就庆祝。兄弟姊妹，师傅起誓招是啥物？嘿，经文吼，伫诗篇讲的哦，但是。这标是有标，这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伊为着咱定十字架，成做厝角头迄块石，伊3日后为着咱过活，这是咱今仔日伫主日敬拜根基啦。
耶稣基督救恩的根基。当你来到上帝敬拜上帝，毋是讲加1-2点钟的时间来到遮那定，是你搁一遍咧经历着耶稣基督的告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即个上宝贝的米，你逐礼拜拢爱搁甲强调一遍，逐礼拜拢爱搁甲复习一遍的意思。因为咱信耶稣基督，咱会当领受死国我的生命，真宝贵。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咱主日来聚会，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教会敬拜伊，咱毋只干那是咧纪念纪念耶稣基督救恩，是你搁咧经历死国我的大权能。最后牧师要来讲安息日的祝福，安息日的祝福。上主赐福安息日，咱拄则已经讲过了，咱搁来读一下。伊讲上帝伫安息日停止工作，人守安息日代表顺服上帝，敬畏上帝。上帝休困，你咧无用；上帝停止，你嘛就停止，表示咱甲主的行动动作是一致的。咱生理的节奏，咱时间的节奏是甲上帝同步的。上帝祝福要来你嘛就来；要上帝要祝福你唔来；你要无你家己的事，上帝讲你要领祝福你都唔做要安怎？我要怎祝福互你咧？交互你都无机会通交互你所以咱主日来主面前，毋是干那单纯的礼拜、唱歌、吟诗、祈祷、听道理是你要经历到上帝互你身心灵的修复呢。拄则咱有提起第二，亲像以赛亚所记载，咱拄仔读的经节，你要得到尊重甲安乐啦。即个经节讲，假使恁守安息日做圣日，恁就让对我得到喜乐。我要互恁伫世上到处受尊重，恁要伫我属恁的祖先雅各的地乡受安乐。咱搁看一遍台语的，讲恁若无破坏安息日，无伫圣日的日子追求利益家己的事，无伫圣日追求利益家己的事你有咧追求利益家己的事，这到底伫上帝的眼光是安怎看呢？讲恁若看安息日做通欢喜的日，尊重伊做上主的圣日；恁若尊重圣日，无做日常的工作，无做家己欢喜的事，无懒散讲话，安尼恁就会对上主。伊讲安尼表示讲恁遮毋免做啦，我就要互恁安怎对上主得到喜乐，要互恁伫地上逐所在受尊重，互人看重你。搁用恁祖先雅各所留予恁的产业养饲恁，上主亲嘴安尼宣布。以赛亚58章甲咱讲的话，咱若注意看伊的前后文守安息日祝福，就是伫顶礼拜咱咧讲的经节的头前的后壁，因为咱顶礼拜讲的58章10节到11节咧讲到真济送乡人的祝福啦。这段就是咧讲守安息日的祝福。咱会记得咱顶礼拜读的这段无伫58章的10节讲，恁若将食物分予枵餓的人，满足困苦的人的需要，安尼恁的光会伫黑暗中发出，暗暝会亲像日中达。这段话讲了，就咧讲守安息日啦。所以咱该简要来做整合来讲，就是这几项祝福。守安息日做圣日，无伫迄日做私事，你尊重这个圣日。第二，会对上帝得到喜乐。第三，你伫世上受到尊重。第四，足要紧，伊讲伫赐予恁的祖先雅各的土地享受安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祖先予你的产业，你会当继续享受。你袂讲好嘢袂过3代，你袂讲你就失去就搁顶头来有时咱看到会友咧做见证，伊讲较早阮的阿公阿祖迄阵是大地主呢，无算到，毋知是阿公老爸迄代就甲武了了讲了尾囝武了了等于什么？较早你的祖先立职的拢搁归公啦，搁拍算去就搁恁即代搁顶拍拼。但是上帝讲守主圣日的人，你要领受雅各的祖先的土地，搁继续享乐，承受遐个产业。这是上帝互咱迄个最宝贵的祝福嘛。所以牧师特别咧提起讲，做牧师的身份，无甲咱讲遮个祝福，是阮的实质的。所以奉献互主，毋是咧互你损失，是要互领受祝福的。
你守主的性质也共款领受遮侪福气，啊无甲你讲，啊到时你无来，你讲啊这也有差哦，无差哦，安尼。我伫高雄的时阵，有一个长老，迄阵已经足年老啊，伊定咧讲伊的见证。伊伫迄阵吼，台湾也未迄个药啊，也未完全拢开放。咱即摆现在拢药厂伫台湾咧做代理商嘛，较早毋是伫高雄遐伫咧海港边啊吼，足侪人诶对外国进来迄好诶药吼。听讲医生拢都爱去到即个药房甲伊摕药啦，因为迄阵也无健保吼，也无药厂，啊所以因上好诶药啊，拢会当对这做生意人摕，啊所以定啦。医生拢爱注明讲，我要来去甲恁摕什物药啊，什物食吼。啊，这长老讲，因礼拜日生理上好，因为这医生平常时都咧看诊嘛，啊礼拜日有闲啊要来摕药，伊讲歹势，阮礼拜日要做礼拜，停止开店做生意。而且吼，好像员工讲，这当做恁的上班日啊，来做礼拜。啊，这长老因夫妇吼，是我所在真尊敬的长老，伊虽然已经过往去啊。听到因的见证，实在是真感动，因为因吼安尼真水的祝福啊！这个长老吼，就是咱今仔日咱选到副总统，迄个萧美琴的亲情就对，伊长辈就对。啊，伊的家族受祝福，啊，足热心奉献。啊，咱新人院吼，咱讲萧美琴副总统，伊的爸爸捌做过院长嘛？迄阵到新人伊欠钱哦，定来去找伊啊，找伊讲啊来啊，搁来茶挂，因为经费无够。上帝祝福满满伫伊的家族。像即位咱话讲倒转来啦吼，今仔日咱是周休2日啦，周休2日，所以要安排主日来敬拜上帝，时间无困难啦，并无困难，无像较早爱行一日一暝啊，对毋对？所以。是你袂甲是你有看重无看重，敢毋是？啊，你若要安排家庭的时间、小息的时间，拢会当好好计划。啊嘛表示讲你真有计划时间，一礼拜时间我怎安排？咱的上年吼外口啊，你敢知影？有时拜六一变啊停止聚会哦，因搁来啦。讲啊，都这时间要来聚会，啊煞无来煞袂使，啊无来煞袂惯势呢吼。迄有人就感觉惯势啊。所以你把这个时间归予上帝，这是上帝的时间，唔通甲照应就对啦。啊，所以重点是优先次序的选择啦吼。若要讲起来，咱守安息日爱亲像咱顶2-3礼拜咧讲的，这个奉献的态度。守安息日爱亲像奉献一般，甲神圣的时间奉献伫上帝面前。你有奉献，你就要领受伊所予你的祝福。但是姊妹最后，咱伫主日敬拜上帝，毋是来条件上帝那定哦，佫是样真要紧。比如讲，咱有咧举办迄个爱心午餐，对毋对？是安怎要安排这？你外口食拢一顿几啊百嘛，会使的，是安怎要留伫教会食即个爱心午餐？就是要经历这个啦。咱来见上帝，领受天顶来祝福，咱佫要享受主家内人三甲主即个美好。诗篇133篇第1节讲：看啊，遐尼姊妹和睦徛起，是何等的水，何等的好。这是互咱一个至宝贝的事。所以牧师甲即个福气报互咱知影，啊，你家己做选择。即个福气要互你守安息日所带来的祝福，比你迄点钟去拍拼别项事，伊讲毋通干那追求家己利益的事嘛。你家己衡量看看就对啦。讲到底我来守主的圣日，来守安息，得到的祝福较大呢？还是我利用这段时间去拍拼我家己的事，看会加趁偌无？比较差真多。足侪兄弟拢做见证啦。伊礼拜日无做生意，无做工课，伊也无较了着啊。有时讲趁的佫比有开店佫较侪，这是历代基督徒的见证。愿咱拢享受到这个守安息圣日的祝福，你我大人都有祝福。大家做见证讲啊，有影，毋是牧师讲的那定，我亲自经历到。兄弟姊妹，咱要来唱一条吼，咱新圣诗无啊，所以我只有10档毋捌唱过的歌。啊，这条诗歌吼，就是古圣诗内底的这个安息主日第1号，吼，安息主日第1号。
啊，咱请来调这个歌词，咱来看第一节这个。安孝主日第也是周报内底，伊安怎写呢？安孝主日第一好，心神靠主免烦恼，清早困起求天父，大温想事普天下，祈求圣神大降临，帮赞兄弟传福音，上帝对得就幸福，欢会信主入天国。咱看这老朋友会晓唱袂？对牧师来唱看嘛咧，好无吼？咱安孝主日第一好。大家来吟。安孝主日第一好，心心靠主免烦恼，清早困起求天父，大想事普天下，祈求圣神大降临，帮赞兄弟传福音，上帝对得就幸福，欢会信主入天国。第二节，咱父老幼受苦坑，心肝敬意比罪能，灵魂当面主叫起，细心得着平好心。黑暗无存黑智慧，有本家乡受安慰，救主显明大眼光，行欠亏补偿。第三节较紧小可。上帝恩典给归之，仁爱和平更欢喜，大家心内正最善，日日献出和平行，地经受主的圣旨，心叹上帝着信心。是后为救你，但愿永恒慢慢地。阿门，阿门。咱来做祈祷，主阮上帝感谢你，你对创造开始就设立安孝日，安孝日带有满满主你所享受的福气。主啊，互阮明白这个宝贵的恩典。互阮欢喜要来领受，阮来守安孝日，毋只干是要敬拜主，听你的话，领受属灵的精神。阮搁较要甲兄弟姊妹互相相交陪，联谊伫主的内面，享受着何等的水，何等的好，东徛去的喜乐。愿主互阮明白这个宝贵的价值，也领受这个祝福的确据。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